车辆经过，水拢抓起来，连行路拢爱非常细腻。天头风台转做轻道，虽然道路有小可积水，但过好加在事前市府有加强警备，这摆无传出淹水灾情。因为早上8点钟，我有打电话问那个民安路2段那些住户，用他们的那个监视系统调看看昨天3点到5点的那个有没有积水的情况，结果他们调起来完全都是没有积水，水流得很快。完全没有积水，所以表示我们这次的下水道做得很成功。根据着水利局资料显示，东港上大累积雨量是安平区的148.5毫米，上大10分钟雨量是南区和仁德区的13毫米。全市26站抽水站，总共抽110万吨的水量。其中上高受到强降雨产生及淹水的地区，伫今年治水工程陆续完工以后，已经发挥效用。台南市在这次的这个那个台风里面呢，其实它都没有列入是属于灾变中心里面要开设的范围，但是为什么它有3处积淹水？临时的一个强降雨所造成的一个街道积淹水，那大部分会积淹水，原因是它水沟没有事先清理好，这样。台南的安南南区大致上下雨3个小时下到150左右所以在3个小时还有时雨量达到了50-60的时雨量我想那一个地方是比较低洼，所以短时间的积淹水现象是会出现的。那因为这3个地方其实就是道路侧沟，就是短延时强降雨的关系，侧沟排水不及，所以在1个小时内都已经退水。因为台南安平区短时间大量落雨，未赴排水造成淹水，受到中央的关心。市府表示，拢有积极清理排水沟，甚至也去动用2000万有备金，而且是在路面只淹水无到10公分，位置嘛无在市中心的主要道路。也毋过针对着每一摆降雨造成的只淹水地区，相关单位会全力改善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